好啦，今日咧就行麥理浩徑10段，因為之前已經訂片行咗有一段路啦，由嗰個掃管笏村起點啊，往千島湖嗰度咧，掃管笏嗰度閘口左邊嗰度起點開始行嘅。我當時行到 M196就冇行啦，因為返轉頭。咁啊，今日行到終點啦，咁其實我就由禮金小學嗰度橋底嗰度開始行嘅。咁但係就因為之前訂嘅片啦，咁就直接由 M196嗰度先開始啦。其實佢終點咧係何福堂嘅，呢度可以落去咧顯徑村嘅，即係置樂斜對面嗰個新落成嘅唔知居屋定公屋嚟嘅顯徑村。你亦可以由呢度上嚟，但呢度等於係差唔多係麥理浩徑10嘅 M198啦。咁沿路都由於係平路啦，都幾舒服嘅。咁嚟到呢邊咧都有臨時洗手間都 OK 嘅。M196段又有啦，M197段都有嘅。其實由 M196行到終點咧，你預計1個鐘咧，啱啱好。咁啊，成段路咧就應該2個半至3個鐘頭嘅。佢由 M191至到 M193咧，用1個鐘咁啦。例如 M193至196咧，就又1個鐘咁啦。M196至 M200，即係終點何福堂嗰度，青山灣段何福堂嗰度咧，又係1個鐘咁啦。咁啊，加埋麥理浩徑10段，總共你預2個半至3個鐘，但係都幾舒服嘅呢段路。沿路你可以其實有好多徑可以行返落青山灣公路青山灣段嘅。有啲健身嘅地方啦，呢度望落呢度新新地嘅呢棟樓咧，左邊呢度咧其實就係顯發里啊，即係置樂斜對面嘅新落成嘅居屋，唔知居屋定公屋啦。沿途路都幾多人行嘅。呢度下邊可能有啲，呢段路下邊有啲工程啦，可能將來都係起樓噶啦。唔知起私人屋苑定係起公營房屋啦。望過左邊最高嗰啲樓咧，最高幾座咧就係屯門西鐵上蓋物業啦，龍門。呢度有一段斜斜地嘅上斜嘅路啦。呢度就近 M199噶啦。嚟到呢度有分叉啦，
你繼續直去呢，就係彩虹欄杆啦，不過我就冇直去啦，就往中間條路落山啦，落去嗰個何福堂。沿路經過一條村啦，可以好輕鬆嘅呢段路行。由下邊個公路上嚟行呢段路，其實都幾多人行下嘅，因為啱啱好青山灣段路下邊公路呢，上嚟都好近下嘅。呢條村路其實陸路都有個黃色箭嘴指住往麥理浩徑嘅咯，因為佢有少少啲路呢，有啲分叉，但你順住呢條大路咯，佢沿路都有啲黃色嘅欄杆嘅。落嚟到終點啦，斜對面就係屯門馬會。其實好啦，今日就麥理浩徑10段就終於行到終點啦，分咗2次行啦，因為上次都冇行完。今次呢，就直情係由李金小學掃管笏李金小學往前面橋底到麥理浩徑10段嗰邊行嘅，至到終點。